黃記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超拍檔紅衫稍為慢啲嘅。好啦，前面色衫第7有龍城強將響佢外邊啊，閃電冇事啊。後呢個馬匹啦，尾5入直路啦。藍衫有北極之標啊，拍住外邊盈利威風啊。後呢個馬匹先有超拍檔啊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挺秀宏利咧放得好順啊。咁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啦，有8000好運響第2位，外邊實力家就追啲，偷入邊上有北極之標龍城強將啊，外邊仲有一隻閃電冇事啊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前面挺秀宏利已經係放到順晒，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啊！8000好運第2啊，第3名北極之標，第4埋邊暴風一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匹挺秀宏利上場賽事喺路程短啲咁啊嘅1200，咁啊出就唔快啦。今場跑1400能夠擺咗喺前面順放呢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！8000好運第2，北極之標第3，第4名埋邊係暴風一族。貼欄搶前。咁啊，挺秀宏利巴道夾住無偉傑，星期3博愛先鋒之後，再一場頭馬補入嚟嘅8000好運跟前第2，北極之標潘頓呢。